屯門市廣場出席屯門市廣場城鼓唱文 On The Rocks 新曲見面會。我係今日嘅 MC 金永傑金金，呢啲反應好好啊！嗱，可以嚟多一次，用陣間嗌鼓出嚟嗰個 volume 咧，嗰個音量咧嘅一半得㗎啦。你嗌一嗌我係今日大會嘅司儀金永傑。大家見到管唱文係冇咪㗎，因為咧呢個時候咧，既然佢出到嚟咧，咁咪俾大家準備好你嘅手機、相機同阿管影張相先啦，阿管擺啲創啊型啊啲On The Rocks 嗰啲姿勢嚟啦先。好啦，有冇好唔捨得咧？9萬日做咗好多場，唔捨得就一定有嘅，因為都中意喺個台度唱歌啦，亦都可以同大家見面啦。咁所以由於時間關係咧，就好快安排咗去馬來西亞開演唱會。係啦，大家係咪要知道我因為準備飛過去馬來西亞睇古場嘅演唱會啦？咁所以咧，呢一首歌而家播出嚟之後咧，咁我已經之前都開始動工啦。咁咪叫晒啲人去幫我做啦。咁就希望盡快啦，係咪啊？希望啊！希望啦，今年耐咯，就半年。啊，都係俾5年出嘅，都係俾5年係嘛？咁啊，大家呢個時候未聽過新歌，就聽住呢一首新歌《On The Rocks》先啦。不如你試下做一啲同左右流行歌差唔多啦，因為即係我哋嗰啲，你望我有唱嗰啲I Love You Love Me，跟住大家小朋友又唔係好識嘅。咁同埋其實好多時都好少。一啲關於真係中意啦，即係我哋成班都
都會出去食飯啊、飲下嘢啊、傾下偈啊咁樣嘅，即係已經有個廊喺度，咁所以就去到就大家會有一個默契喺度咯，咁所以就叫咗你哋三個。因為入邊有一個靚仔嘅演技非常之精湛，嗰個叫的文俊，我想講，大家唔好誤會啊。OK， 咁呢個時候不如同大家都影一張大相好啊，咁啊，麻煩你哋上一上台攞。做啲動作可以講嘢嘅，但係唔好講個題目嘅字噶嘛。阿 J 咧就要估佢可以問問題，但係你只可以答係同唔係。咁啊上到嚟我哋再詳細解釋。係。好啦，咁而家我哋數3聲咧，我哋鬥快舉手，就揾4位粉絲上嚟。好，大家準備好未？哇，咁樣好緊張。好緊張喎！好緊張。1、2、3，第一組第一題。嗰對咪講嘅可以，唔係，係你講。第3個字。好啊，中年好聲音。爭少少喎，爭少少喎。好啦，最後幾多個字？1個字。1個字。顏色。學灰。少少可以對住咪講。你要出新一地。澳門。喂，咁快嘅喂。第一首快樂歌。好正。第一首 TVB 嘅快樂歌。Follow me。Yes。好正。頭先咁樣，第一個字顏色，下面灰。係啊，佢哋你講啫，冇話佢哋你講啊嘛。係啊。之後你可以同阿 J 再嚟一張大合照嘅。係啊，嗱，好開心啊！嗱，我哋做啲動作可以講嘢嘅，但係唔好講個題目嘅字噶嘛。阿 J 咧就要估佢可以問問題，但係你只可以答係同唔係。咁啊上到嚟我哋再詳細解釋。係。好啦，咁而家我哋數3聲咧，我哋鬥快舉手，就揾4位粉絲上嚟。好，大家準備好未？哇，咁樣好緊張。好緊張喎！好緊張。1、2、3，第一組第一題，嗰對咪講嘅可以。唔係，係你講。第3個字。好啊，中年好聲音。爭少少喎，爭少少喎。好啦，最後幾多個字？1個字。1個字。顏色。學灰。少少可以對住咪講。你要出新一地。澳門。喂，咁快嘅喂。第一首快樂歌。好正。第一首 TVB 嘅快樂歌。Follow me。Yes。好正。頭先咁樣，第一個字顏色，下面灰。係啊，佢哋你講啫，冇話佢哋你講啊嘛。係啊。之後你可以同阿 J 再嚟一張大合照嘅。係啊，嗱，好開心啊！嗱，我哋可以呢部見到，我哋4位都已經。好啦，咁啊呢個時候揸住自己張即我同阿 J 再嚟一張大合照。要另外嗰邊係啦。好熱身喎，你喺度熱身。唔，均真啲。係啦，1、2、3。我話一樣啊，咩？全部一樣啊！我就話一樣咯。一樣。好啦，咁不如而家停一停喺度，俾大家影下相先。呢個唱歌嘅 pose。嗰啲歌唔應。係啦，即係唔知第3題咪又係將支咪唔知擺喺邊咧？嗱，你再講啊！第3題我覺得有啲難嘅呢個，即係抽象少少嘅。係。
第三題係奪冠啊，即係攞冠軍。我攞冠軍。哇！你夾多㗎？奪冠攞冠軍，即係邊個易啊？呢個嚟緊啲題係做心心。哦。好啦，第6題。好啦，7題已經玩完啦，我哋問下後台嘅嘢。OK， 使唔使近咗啲？係啦。呢度啦。On the road 新曲啦，新曲。係啦。見會。嗱，個人就見咗啦 ，OK 啦。所以咧，其實真係冇咁嘅準備，但係如果你哋夠聲咧，我係準備咗 MMO 俾佢㗎，我要準備㗎，有啊，嚟唔嚟啊？嚟啦好嘛？嚟啊！你落去準備下，快啦！進入老年，我猜不見一個看走。常看見你裝作情一秒某某被我當翻改動，暫時是自由，同樣內裏開始生鏽。是我怕被揭破，化作何時不敢釋放？還了苦水儲起了太多，男人偏愛內耗咗，像多灑脱硬漢，安好的強壯，眉頭淡心鎖，原來好歹又有細隻。是我怕被揭破，心底裏窮什麼？其實有權難過，病到想發作，何時不敢釋放？慣了苦水儲起了太多，男人偏愛內耗咗，像個灑脱硬漢，安好的強壯，眉頭淡心鎖，原來好歹又有細隻我，男人何況打定眼科，或有悔恨過放下過感觸夠多，有知覺隨便講，也想抱怨。沒法說，既然有些故事如實交擊的寒暄，安好的強壯，眉頭淡心鎖，失去什麼，想要認可，若你學會被如罪。
再不就掩蓋，能過在這個中有情懷，實怕正日出戲，終於想走到。我是到啱啱開，從熱愛到你那感慨，在你記，任時光對正日出戲，終於想的一刻走到世界盡頭，全換我是身邊穿梭發光，只有我想留在你記，我是身邊穿梭發光，只有係再好，咁呢個時候咧，其實去到尾聲啊，尾聲之前咧，我話管不如落台下同我哋咁多位粉絲們嚟現場嘅入門，咁多人一齊影張大照啊！好啊，好，咁啊，你慢慢落去，我哋都要。嗱，我哋睇一個片，我數1、2、3，大家一齊全場係 on the rocks，O 唔 OK？嗱，我哋記住係 on the rocks 喎，有 S 喎，你要聽呢個尾音嘅咁樣。好，準備好嚟台上面，我哋數，好，我哋數1、2、3，1、2、3，on the on the rocks，好唔好聽？我哋一齊集，1、2、3。好啦，咁啊嚟緊咧就會有古親文啲。好啦，咁啊頭先咁講啦，喺呢度我一路逐個上，簽完仔呢度走就 OK 㗎啦。好清楚你哋係啊，唔使喐，係啊。好啦，大家想影到你哋個樣咧，就望住呢兩部機啦，望住我哋大會嘅攝影師。多謝晒咁多位，今日嘅新曲見面會嘅所有環節已經完成啦，多謝咁多位支持，拜拜。